各位上下者，今日繼續講六祖壇經族裏邊將做講一對15組，當時呢這個組是這個就列了。對33同一對33組是慧能大師因為這個都當過團生都將做講過了，所以六祖大師就是都能當個對六。對做印度嘅釋種這團來的是對33。從將主做甲有變性，女定香熬帶到流團無靈歸個，即從將嘅釋種這傳過阿難種這啲團落來就主做這就做事，甲有變性都是有殊勝嘅。解團過一解，就女定呢人，因為六祖大師做嘢有正在，所以呢人咧香熬就帶到流團，即係一道團過一道，無靈歸個就是冇違背誤食依照這個宗旨就是團落個。大師所聽之呢？快跳水8月秋3日，一國因日這把為做途中話，女定甲伊為咗我有路別，法海白眼和尚留河教法，令後道迷人的江福生。六祖大師到上一聽，日呢就是唐朝也皇帝嘅年號。水是開條呢水，8月3日到國營日，這把就係食好，這動物這個飯，就介咗途中，那你能各位，伊人啊為處咗，我嘅人逼了，所以法海大師就去嚟問那和尚說留什麼教法？當到後道嘅種人迷信嘅人也看得見福生，所以請老祖師最後嘅吩咐。素顏女定體聽後道迷人入食眾生，即是福生。入不食眾生，望夾吹福難空。六祖大師啦，入食眾生愛曉眾生各本具福生。當體就是福，有人解福當體，但本人聽人承認，所以女定體聽後道嘅迷人就從人入食眾生，來北眾生，即是福生。將處處都講過，眾生是瑞心眾生。用咗來有眾生我就一個心所法，就眾生調伏就造成眾生思願道就是唔是直直但我道曉求眾生曉來眾生唔道，所以這是福生，要調伏啲心話，你唔知這心話唔北眾生，心話調福生，經過就久都調伏難空所以人擔心擔過，但係佢哋個見福了，佢哋個團見福了，其實是內心嘅響應，唔是正式見福。就隻心隻福福就格嘛。就五祖大師啦，識做本心講做本性，隻命江湖聽正所福就是你愛北羅家嘅心，北羅家嘅本性，即是你我性，依照嚟小步步。劇成即是福，成福也是正咩？我今家路識做心中成，即做心福生，即驚做心福生，愛求驚福當食中成。六祖大師話：家人識做心中成，做心嘅中成都家己本具福生有福當體，有那個心所話一亦馬動，一個安動，一做到。驚做心福生，如果做心嘅福生吉生，想要見福當食眾生，從道本性就個方會色性就個來修，唔是佢要求調福，
所以人修行是念步步念修，毋是咱都读經讀飯佛祖聽，佛祖名聽，讀飯都家己聽。佛祖基本上佛祖就聽就讀經，出經是佛讀嘅嘛，是佛說出來，讀飯都家己聽，動搖是家己跳來，讀了聽了，讀到識伊就來驚。所以讀經也是要修隨夢入觀，就是這樣原因。智慧眾生迷惑，非是福迷眾生。諸聖着我，眾生是福；諸聖着迷，福是眾生；諸聖平等，眾生是福；諸聖捨險，福是眾生。如定心着險劇，則福度眾生同直念平的，則眾生成福。這個直明心福眾生三無差別。是眾生家己迷惑，迷失家己嘅覺性，唔是福迷眾生啊！你直念，所以直念覺我就是所以六祖大師叫人念莫思想災，現在嘅咪去想去了，不過跌落過去了，念向後，人都無創雜咩嘛，都做錯嘅事，驚差踏錯嘅事，但是呢，都福都是達的宏量。叫做重新做起，所以唔是呢福迷眾生喎，福就是覺嘛。你做眾生就我，眾生就是福。所以呢，從你家己覺性做過來修，我不做過來鍛鍊。眾生諸聖就迷，然後就是迷目諸聖，直向有求，求向有求正，有時候福就是眾生。所做啊，都迷失家己覺性所以你平時就是貪嗔癡高舉話猛，做咩攏就走出來，所以你世間度造業生煩惱，弄撞生死，就是這原因。諸聖平等因為人皆福人體，福只是你從你做個來修，你教我朋友從做個鍛鍊，所以那讀經。聽經就是學這個鍛鍊教了這方法，所以眾生就是這是福。如果諸聖捨險，一念差起捨，迄個時候埋沒這個覺性良心，所以這個埋沒這本我的良心，迄個時候呢，攏是捨去陰險，福覺性就埋沒了，所做就是貪嗔癡。自初咩甚是眾生都將命運跟我講過參會邊嘅時候，如定就是計出徒弟都聽眾人啦，呢個心那是險，較劇就橫劇唔得，直直都橫劇橫咗在所做都計你嘅覺性唔相應，就福度眾生同你埋沒家嘅覺性，你就變咗呢弄撞生死嘅眾生。直念平的，直念覺我那個本身，迄個時候眾生就成福，成福唔是那個釋迦牟尼病你覺我如是福，就從這個來修，你還記得？當時修就直定就經過就路聽我偏做過，你喺個山頭正沉重個飛機掉了，打起你聽，你會知。搭什麼飛機？但你未搭過你愛去直定了經過就路聽，就是去這就來成福。你覺我本身是福，覺我做成，明心病路嘅心將落成了，但你喺修行達到成福嘅釋迦牟尼病直定了，就是修。唔是當我整名修就是福，這個變到狂妄嘅啦，記得。我心做福，做福是真福，做無福心何處求真福？如定做心是福，經無有義。我無一物，如能強烈，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用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眾生有福當體大地該我朋友平等，心生是朋友。迄個了咗呢，有個大地明理，有個唔明理，入垃圾這樣叫做鬼子生出來。佢鬼有神有點有魔，
即是你整什麼鬼事，就食什麼鬼，先唔病哦。當時呢，各省是平等嘅，所以做閃做出家己本國福省，就是政府，福者就各。如果做入無福省，都嚟對唔認識到自己福省，想到我唔成福嘅，樣樣都唔承認，唔認識直接向要求，根本就無福省，無福省唔明理，所以佢哋個求政府，但要求我團結福啊，我哋個萬幾福啊，攏總都是一個如夢王牌啊，是一個幻術上介紹好棒啊！你定做閃是福，嗱你概念大，你做閃嘅各省就是福創造過來少，經冇有意命嘅懷疑了啊！我無正咩如能強烈，就係閃做閃能成辦法，立到大數隔我嘅時候，所以介紹本閃成辦狀法，所以簡單閃成則種法成，閃滅則種法滅，即刻銳閃走。我見了直幾五路定白，命做生正福記，後道做人識處記憶，做姜本心做成福道，立祖大師啦，留直小記做直說做閃就是福，跟人做白。要做物件那亦都聽了話唔明白嘅，再打嘅直錯。如果有人無聽到嘅，打嘅直錯，所以留直小記啊，來幫人來聽。直小記是叫做咩解呢？叫做做生正福記。你做生就是正福，向做生嚟做來修。後道嘅人使後道嘅人愛北自己，人就叫後道啦。地量相更地地愛北這首記嘅意思是記來修心。呢個呢就做成福道，做成福道也是成到家己本性嘅福，是向生嘅，唔是佢要靠出嚟嘅。所以記話正如做成是正福，下降三德是魔王，下面就是魔道下，正降就是福道等。其實福嘅魔都是一念嘅，做正如做成是正福，你家己本性嘅福性。就是正式嘅福，你去隔我去少去鍛鍊。下降三德是魔王，魔又唔是去要求啊，通宵台做伊魔三頭六臂，做成呢用成一句啊，唔是做成。其實你嘅心貪正氣就是魔，可以我講到嘛，你這個正是咪去搞人人都變嘅，搞人人都變嘅，所以。下降三德貪正氣，這三德就是魔王，都做咗心魔這人哋啊，外魔改啲啊，同到做心起魔這無變人，為了你家己為家己。下面就是你下個面嘅時候，就魔的事魔道，就是高高嘅心，充滿都是嗰啲魔嘅動作，魔嘅行為，就是害人害己嘅。正強就是福道燈，福你正強嘅時候，一念隔我，靈思就是福，所以就話得幫下道道，即刻成福，唔是得成色嘅冇就福。你隔我嘅時候，佢道道掉了；隔我嘅時候，有重處唔做啊，所以你隔我本性啊，隔我本性就是正福，就福道上。世當下降三德成，這是魔王來做下。正降做到三德心，魔變成福正無解。世當如果你一念做差，去貪正氣三高舉驕傲來嘅時候，三德就成了，迄個魔王就來，就做下都計做心充滿下降，就是。魔雖然人或是人搞個人變着嘅，唔是人所走就是惡業，所走就是害人害己，所以
做錯都是一念做差呢。正經主都三德心，都正經啊就三德能知幫享，三德心貪嗔痴三德能知度了。所以冇就變咗好啊，是無計啊，就是死嘅時候都覺我，就是都覺我嘅時候一念覺我就是好。法性、報性、及慧性三性本來是直性，日向三當能助強，這是成佛菩提因。法性就是心體如理，報性就是心地相心智慧嘅智是心嘅相大。慧性就是心嘅緣，所以叫做地理所起嘅緣，所以三性即係直性，唔是當複做三性出來，唔是叫啥，只要是呢人也是本古嘅，上面有講人三性本古將錯講過，都上面有，所以就讓三當能助強，都能從入諸生就來覺我來講，這是成佛嘅菩提因，就是都正落自界整治。將來有一日都就愛覺我嘅福病哦。本從慧性生正性，正性上到慧性動，生曬慧性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三性讓眾生本具生活平等所以都覺我諸生平等，眾生當體都就方會諸生眾福生都福到呢個，到了眾生方會諸生就過來吹唔是得離開話緊色性靈或者一個吹嘅正福登嚟，唔是叫啥，這寶就是水，這餅就可以用成水這個做碗，我做呢成餅，我落硬嘅碗就變成餅，我落小嘅碗就變成水，是叫啥？所以但本從慧性生正性，正性上到慧性動，都能眾生光化諸性。讓我這個生曬慧性行正因正道，如果你覺我這個道理有正因清洗起修，將來所修嘅圓滿菩提呢個叫妙用無窮就在凡夫人還是從家己諸心就過來修，諸心來修。音聲本是正聲音度音則是正聲性生當覺諸離五欲降生剎那則是正因為音染都是無助成嘛，所以本都是一個瑞直清淨法性。你個覺我通照過來覺我唔是離開路嘅諸生，然後吹嘅清淨吹出來，所以你嚟度音覺我，直念覺我，度音就是這是正聲性呢個時候從事古早就話方會就話咩就弘益大壽病，古早未出幾兩次就會講做，出了幾變咗就綠色即使人攞時回頭就是愛。生當覺諸離五欲都家己離自己色聲香味觸法，就五欲或者是菜食咩即水就過來退開，降生到剎那，就降到本身是剎那即會見，這個就是正今世若我動家門福我諸生降世中若愛修行隨作福不知如何以求證今世有機會我了這個動家門動家嘅法門，這就大乘動法。福將間你能我了諸生福，就你我嘅時候呢就定住見世中，
日見好夠四種，家己心內嘅四種則做啊，唔是那幾就種多做去到經驗嘅福啊，都家己招來嘅真福啊，就清潔福，若愛修行成福，我唔知佢哋個求成福。就是從頭做過來修，就是這是真，就是從頭做先做過來修。若能心當做見證有證這是成福因，不講做成我隨福，起心總是大慈人。如果能從心當來做見，這個來給我。就是有證，就是成福嘅證應嗱，唔是驚不驚做成，佢家己做個唔給我唔少，實際當要求嚟揣，有人無發生什麼事啊時候呢，就無事，發生什麼事啊，通過蒙燈啊，蒙照蒙曉啊，家己話是袂使，是就使。甚至有嘅改信宗教始終都信主就好起來，所以就求生力聽到什麼，呢個時候呢，伊就改信宗教了，是就使。其實就入者來往者正，做信心家都是病。當有時都袂正，入來袂正離開是講咩家己清楚。所以不講做成個話隨福起心動念愛向求來催證，向求來做咩求，都是大慈人惡慈未曉人就成。東教法門今年了都是叫道士人所做事，波路等來學道人不做錯講大有現在六祖大師呢，這個東教法門已經留落來了如果你能依照自己方法去做事，你愛叫人就算做事，家己來看看，你叫人淨係愛你不多，有時但你愛去叫成王，你直定就愛受益真強，先可以，所以你家己受受有力嘅時候，呢種呢，就唔算有改咯。點呼吸福即係點個叫人都家己就係點啦，或者係低回力，種嘅該力該點回力，然後呢，又所有所做事，波路更大，等來學道人就是人學道者，人是等來伊來時候是等時，人是等來袂來不做錯講，但有就話這有自嘅機會，我聽聞都都唔少就輔導一聲當面錯過來是有這機會，無嘅機會唔知，你冇當面錯過。所說建議舊女定可做阿彌陀佛，莫做私稱背劫後女小人之刁門，先着好學，會話啲做也會正法。六祖大師說嘅幾後啦，你能好好做啲這個正法硬仗，買色本藏，弘揚佛法。我咪到你冇計時間人咪又靠跳配背流淚有少人嚟拜點子紙有將一半紅去拜然後個身體好學就是做成隻醫學。原來這個唔少一啲數，六祖大師都唔承認了原來也唔是正法，不但我唔承認，佛祖也唔承認，都唔是正法。當時做本性，講做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來無去，無時無會，無主無往，強度女定迷是咪不會話已經在作了令都講成阿彌陀佛，以處修行，如我多日，若為我家，從我多時也無所也，也無也。六祖大師啦，
當識到家己嘅心，就是講到家己嘅性。你嘅本性啊，福性是無動無靜、無聲無滅、無來無去嘅。你嘅身體滅，你嘅性還是多。你嘅性無老無後生，無是無非無主也無往。今日人迷信袂曉，我今日唔捌話嘅意思，我今日知嘅人大族。細年講啥？我咪到後啊！你依照住話叫啥防護叫教導來修，就是甲我多日我多個白白啊！如果違背修理唔修，自己聽只台話識性，無所用啊！就是話多事也是無用，你都無得到什麼理啊！學術計劃。鬱不消想，聽聽不奏樂，熟熟斷經文，當當心無着。數說建議斷咗這三件，不為門人話，我驚伊嚴正強化。就是說記就後說記，咁惡人嘅惡啊，惡不消想，就是啦，這惡是不動，不消想就做想，名言起心動念不消啊，到這個境界。聽聽不奏樂，就是自在自然袂去奏樂。熟熟斷經文，心安足為靜。當當心無着，個心無快嘅了達到生活平等，所以這個記就後有袂就斷咗正做到呢，只有三件。福建講這個伊人從門前出土地，但我驚了啊，所以嚴正強化就是了個做嘅，所以。這個是做事有功夫啊！了你無推薦，這個跟人功夫唔相當。冇推薦做生意都係好小氣，你推出嘅人係事啊真艱苦啊！伊病啊真艱苦，那即係無少嘅。如果推薦是冇嘅，跟人係小氣勁嘅，唔相當啊！因為無從定著是從強之前嘛人這個識性出嘅人嘅識性也是病有間人病有爸母所生嘅，唔是咱有天頂飛落來。於是異鄉滿食，北方熟地，林北邊北，禽獸哀鳴。伊個時候話，這個是咩？後個水象，是滿食都是個氣味真香。北方就是一條北個從風直的水到地，林北到邊北，是個禽獸就哀鳴就哀鳴啊，因為。這個走勢到處離開，人講，我就識個到處，所以是做啥？11月廣孝聖三公掛了，查夢人正說，言請正聲，木骨所做，乃運香道話，香應自處所所歸樣，是香應滴光初開11月13日。先砍並所團以白做花，11月啊，就廣照啊、韶光啊、星星啊，這三個地方個觀了，你看伊人福地主了真啊年輕做事個精神啊，你唔知佢像在頂真啊，佢哋個好，所以就是上好燒香問做事，你伊個香應自己有個啦。呢個時候呢，伊個香應直直自己錯開南華字，所以呢錯開南華字，所以11月13就將這個先砍，即係做事做這砍，啊，佢做團啊衣缽。